大家好，中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係1C班陳怡希。我係1C班嘅陳依琳。我係1C班嘅陳瑞喬。今日我哋要講嘅主題係 Water Cycle。爸爸爸爸爸。水循環嘅第一步係蒸發，陽光照射到去湖泊、河流同埋海洋上面，水分會被加熱變成水蒸氣，升入空氣中。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蒸發。接下嚟，水蒸氣喺空氣中冷卻變成小水滴，形成雲朵。呢一個過程就稱為凝結。喺空氣中水蒸氣冷卻嗰陣，佢哋就會聚集喺一起，形成可見的水滴。第三部分降水，當雲中嘅水滴變得越嚟越大嘅時候，佢哋就會喺天空入降落，形成降水。呢個可以係雨、雪或者冰雹，取決於溫度同埋天氣條件。最後就係流動，降水落到地面後，部分水會流入河流、湖泊同埋海洋，有啲水會滲入土壤，滋潤植物。呢啲水又會俾植物吸收，或通過蒸發重新回到空氣中。最後俾我做一個總結，水循環係一個持續不斷嘅過程，去幫助我哋維持到地球嘅生命。無論係喺晴天定係雨天，我哋都一直喺度體驗緊呢個奇妙嘅奇蹟。多謝大家聆聽我哋嘅 presentation。